今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是针对国内两段外送平台要合并这件代志，质询相关部会。公平会是表示，若是 Uber Eats 要收购台湾的 Foodpanda， 整体市占率对达到80%以上，所以讲是抑阁在审。另外，这月初交通部是要明定外送的收费标准。交通部是表示，后礼拜三会招各方的代表做伙讨论。外送人员无用咧送物件，那落雨，真侪民众会使用外送平台。今年5月，传出外送平台 Uber Eats 要收购台湾 Foodpanda， 引起各界烦恼，收购了后会减少市场竞争，影响消费者权益，也压缩外送员薪水的计价空间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拜四开会讨论，有立委反对合并。如果这两家合并以后，它以后定的价钱垄不垄断？如果合并以后，它的市占率像以这个两家外送平台合并之后，会高达80%以上哈，这就是变成一个独占了。不要因为合并抵不过外商的力道，你们就去做妥协，这样的话，对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。我们不会因为本国商或外商做不同的考量。另外，外送人员登记薪水无透明，交通部10月要移告修法，要甲外送运价定出计算公式，予伊透明化。移告期间会收集各界意见，但是消基会批评会期时间伤过赶，各界袂负准备，致使会期临时取消。交通部讲已经定好新的开会时间。刚开始在4年前的时候，他们一单可以收70块，可是4年后可能一单可能收不到40块的时候，难怪外送业者会觉得他们被剥削。在下一周的礼拜3，已经约了各方，包含消基会的董事长跟他们的代表也都会来。交通部表示，定外送运价需要地方、中央、消费者、外送工会、甲产业5方协商，目前正在收集相关的意见。外送平台合并案，公平会表示，目前要来研究案件对整体经济的利益，甲敢有限制竞争的状况，会好好审查。记者郭文丽、约凯台北报道。